美国和俄罗斯在黑海问题上的紧张局势加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乌克兰外长一起发言时说，美国不知道俄罗斯的意图，但莫斯科过去一直在其边境地区制造挑衅行为，为军事行动提供理由。我们不清楚莫斯科的意图，但我们知道他的剧本。他说，如果我们看到有任何挑衅行为，那肯定来自俄罗斯。在中国官方反对声中，被称为中国的班克西的异议艺术家巴丢草设立在意大利举行首次个展。他挪用北京自己的道具来嘲讽中国的宣传作为。虽然中国政府要求取消展览，意大利北部的布雷西亚仍举办了巴丢草的第一个国际个展。展出作品中包括对中共6次镇压和隐瞒新冠疫情的批评和抗议。当地时间本周五晚，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原子塔点亮了蓝色灯饰，以此表达对维吾尔人权的支持。这是布鲁塞尔的一项象征性倡议，由欧洲议会议员促成。于11月12日在布鲁塞尔地标原子塔点亮象征维吾尔人的蓝色灯光，以声援在中国面临种族灭绝危机的维吾尔人。在一天之内从法国越海到英国的移民人数达到1185人后，英国已向法国发出警告。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曾表示，移居英国后不可能遣返移民，并呼吁总统马克龙为应对移民危机做出更多努力。应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邀请，比利时国际会议在法国首都巴黎举行。这次会议讨论了利比亚的最新动态，包括美国和俄罗斯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参加了会议。会后发表声明，呼吁利比亚各方尊重并接受11月24日选举的结果。放置在一辆小巴士上的炸弹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什叶派占主导位的地区引爆。一名塔利班官员说，爆炸造成6人死亡，7人受伤。2022年世界杯欧洲赛区预选赛这一组第9周，土耳其国家队主场迎战直布罗陀，以6-0获胜。凭借这一成绩，土耳其与挪威打成平手，以总进数的差距排在小组第2，仅次于荷兰队。